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都开呢，扭到牙腰的尾团体，让人牙好有重度嘅肚皮舞呢，因为啊，学起来真係會有王朋友哦，冇啦，係因為牙醫博嘅啊，我啊就好看啊，也重度嘅天陽啊，也係講其他條嘅音樂啊，也係講其他條嘅肚皮舞，我就想要好試一下咩，唔單止安尼，我還好識其他條食嘅東西哦，比如講有一種食材按到披薩餅，也披薩餅啊，有按到阿拉伯嘅泡麵包，也泡麵包攞佢切開來。打開來，哦，就看到像斧頭一樣嘅古手機，還有那個一類名嘅，我到口袋餅、斧頭餅哦，韓國也地度啊，其實我幫乜嘅全部就做得，你好吧，咖喱啊，也係肉啊，也係乜嘅，全部你想包乜嘅就做得包落去。今日阿權妹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我客家風格嘅鹹菜乾控肉，同樣阿拉伯風格嘅披薩餅，兩種組合到鄉下，生來會有樣嘅冇樣嘅。用嘅呢，鄉下來去北上準備材料了。好，一下人就做得來開始來做人嘅料理咯。一下我先來炒鹹菜乾控肉，韓國吼也係當簡單嘅方式咯，大家做得來學起來。安尼唔是真到重下，唔是真到硬沒有你不看嘅，就做一啲特別適嚟到當好食嘅鹹菜乾控肉。好，一下先來啦，一條香料，一條攞佢切啦，等下愛炝香用嘅哦。也鳳葱頭，韓國也蒜呢，全部就攞佢切到幼幼，唔是當幼啦，切片就做得了。好，來攞佢切啦。其實太可以耶，豉油，看你愛切吉太皮嘅就吉太皮嘅，做料理就會按呢，尤其係啲台北嘅石頭房地度，啲都市嘅石頭房地度，豉油想要用嘅切就做得用嘅切，切好以後先變順風。接下來係人哋辣椒，辣椒有啲人好食辣，有啲人唔好食辣。係講唔會講辣啦，呀辣椒做得唔是標，也係講老地度嘅鹽，老嘅總體按樣就做得咧。唔過其實呀辣椒佢冇乜嘅辣嘅味道，就一啲啲嚟聽聽，故所我唔會貼片老鹽總體，就老佢切一段一段咧。好，有啲人啊，啲切辣椒嘅時節啦，屬係講苗到地度嘅辣椒水，屬會有一些些嚟溶辣辣。故所我提醒大家，盡量唔好苗到辣椒地度嘅，也條辣椒嘅水，做得帶嘅素辣嘅。唔過因為咁切一條嘅有動生意哦，苗順風天天，冇苗到地度，故所冇乜嘅相關。好，接下來我來切鹹菜乾，鹹菜乾是會按樣一細紮就做得，攞佢切差唔多1公分、1公分、1公分按樣嘅長度。啊，記得咯，鹹菜乾天初愛洗槍來，韓國愛浸水，攞佢浸到軟軟，因為那個一般人去買嘅鹹菜乾啊，係一紮一紮洗澡嘅。故所買到嘅時節啦，記得愛冰豆腐卡，攞佢洗槍來，韓國愛攞佢浸軟。好嘅，以後我就做得來切，呢也3層肉，皮皮嘅3層肉，也係天初好，做也鹹菜乾控肉嘅時節，天初愛用也3層肉，按用怎會皮又好食又香哦。好，也3層肉，因為等下愛攞佢包到乜嘅都好，還記得冇？愛包到呢披薩餅都好，故所攞佢切差唔多。盤1公分，韓國長度差唔多2到3公分，按用夾攞佢切下去，切，做得包到呀披薩餅嘅，按用嘅太細，好，切，好。
切好以后，先冰顺好。剩下来，就要先来煸安尼三层肉，要三层肉要先煸啊，留底度嘅油啊煸下出来一些些咧。韩国人今日嘅料理工具就会用安尼天锅嘅哦，然后佢煎下去。韩国再个提醒大家，呀天锅嘅呀，其实佢温度都会差唔多130度，佢就会自动跳起来，也可能会吓一下。不过冇相干，就本佢继续煮，等一下再个让佢煎下去，温度降嘅就做得煎下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同样来加一些些的油，因为我看下三层肉，加个油土有几多？而呢三层肉基本已冇当油，故所以做得用一啲啲的油。好，等一下，感受一下加个温度，好，油温又来以后，就做得捞三层肉放下去，煸了，好，放下去。哦，有听到叽叽喳喳嘅声音哦，也就表示讲吼，也温度又拉高了。好，做嚟看一下吼，一下安尼三层肉啊，全部就有呀擦嘅感觉哦，有擦嘅感觉，韩国顺风没有一些的油诶。迄假是讲知道按用嘅油量唔烂，等下做地再个加油落去，因为等下还要使用一些的油来煸香哦。好，一下按做地来捞肉，夹起来，来捞佢撩起来。呀，安尼还蛮好哦，等下还要用牙天锅嘅捞佢蒸一下。剩下来用牙纯的油，然后也就香料放下去，好，葱头、蒜呢放下去，韩国辣椒诶放下去，好炒一下。你吃到吼，差唔多有批到香味，冲上来，有香味冲上来嘅时间啦，你就做得来啦，咸菜干放落去咯。呀，咸菜干听说要经过安尼煸炒过后佢才会香，吼。下去攞佢煸炒一下。哦，當香呢，有批到也香香嘅味絲耶。有冇冲上来？唔但止呀，辣椒嘅味絲、蒜泥嘅味絲、葱頭嘅味絲，全部就會冲上來。好，按樣炒嘅差唔多以後，就做得再個落去放到壓盤底度，等下愛拿去蒸。好，落去撩上來。好。好呀，好呀，你全部撩起来过后，就做得等下留天锅嘅，我記得洗啊，我温冷我有種料理方式，我用蒸的，唔過咪係強用天锅嘅哦。好呀，底部嘅東西好以後就做得留去擺到。酱，按用等下開煲嗰啲時間就會吃到哇，有一種當療癒嘅感覺。冇唔錯，料理輕鬆又嘅係愛本心情當哦。也好，人就做得來開始來調味了。也好，人做得來用調油，韓國米酒也兩項全部都愛哦。好，來用調油，自家掌握一下量吼。好，因為控肉一般嘅糖全部就係用牙頭油，韓國米酒來。好，以後做得再來用糖。好，有一些咧鹹甜，讓甜味啊做得老師傅佢嘅鹹味甜味全部就帶出來，糖攞佢醃上去。好，咁樣就做得咧。糖冰上去以後，就做得落去冰到天鍋嘅底度，天鍋嘅要記得加2杯水，本佢整到跳起來，咁樣就做得了。好，嚟落去冰落去。好，冰落去就用鍋蓋落去
咸起来。古时候也爱本期翕一下，整一下，爱一些些的时间，亚段时间，研究做得来做人的披萨饼。呀，披萨饼吼，伫那边其实有的面包店呐，也是讲米色的卖场就做得买得到。看起来就按你扁扁有冇？佢有按到阿拉伯扁面包，韩国其实啦，底部当家会包咖喱呀、肉类，其实爱包嘛个就做得，甚至爱用嘅包呢。然后就本大家来看咯，然后攞佢切开来。切开来，切一半，切开来以后，本大家来看咯，数攞佢存落去，就有一咧，有冇？有看到胎嘅冇？用副胎嘅嘅形呢就出来了，古时候佢有很多口袋饼，副胎嘅饼也就做得来包你饮好。想爱食嘅东西，阿佢每眼头一摆食到有嘅东西，我就知道哇，当天片呢，佢出只落去准备好胎嘅，我想爱包嘛嘅就包嘛嘅，想爱食嘛嘅就食嘛嘅。韩国好呀，披萨饼嘅介绍嘅方式有2种，你做得出只用天锅嘅，用灶嘅，用嘅锅带有冇？像煎锅用嘅，两面按用煎一下，希望唔做得饼到配上底度，记得要用配上嘅话，要先必熟，200度，也下配上啲燃烧嘅，然就拿披萨饼攞佢饼落去，好。好，一下披萨饼就用到配上底度，并且配差唔多3分钟嘅时间，就唔得配太久哦。好，一下佢件披到贵一间房，披到嘅就系咸菜馆空有嘅面食啊，以上真都没有你 Q 呀。故事哈，等下我就做得食到呀阿拉伯风格嘅披萨饼，韩国人客家风格嘅咸菜馆空肉，2种结合咗 Q 下嘅料理了。好呀，2比水哈，整个以后有看到冇？呀，当个嘅呀3层肉啊，全部就已經有嘅醬嘅色咧，呀就係用客家青葱油、青鐵片嘅口味哦。呀做好以後，用嘅披薩餅咪用配好嘅以後，你就做得表演好，用上嘅表嘅東西到底度，比如講像阿 Q 妹嘅就上咗來表演啲菜呀，表演呀生菜到里杯，韓國人就做得來。表演呢，3層肉，攞幾表落去，哎呦，可以來當好生呢。再個表呀，鹹菜乾，青葱油嘅鹹菜乾，愛攞幾表上去。好呀哈，人呢呀，好披薩餅，韓國呀鹹菜乾就做好了，得唔得到？我來試一下啦。真件咩嘢啲嘢講，真件當雕得嗱皮好有嘅面嘅香味，係我見要咬起來有嘅醬嘅香味，真件講好食。韓國唔單唱按呢，還有香菜。脆脆嘅感覺，沙沙滾，真件又辣好食。唔單唱按呢，基本上真件係多樣風格全部組合到共下，還有呀泰國嘅嫩腸，做得落水以後。太好食咧！人生按你就係當幸福啊，還做得見食見跳舞啊！